这就是行走于各地、铲奸除恶的游隼团。为首的那位好帅气啊！那可是大名鼎鼎的黎辉团长啊！各位大人莅临小镇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老人家无需多礼，我们此行是为了讨伐盘踞山中的恶党光头帮。有恶必除。他们刚才说的是光头帮。讨伐？先等一下，光头帮的王大哥还有光头们，他们都是好人啊！小杰说的对啊，他们帮我们修桥采药，没干坏事啊！你跟山贼很熟，我们是奸细。等一下，这件事还不能定论。喂，太粗鲁了吧？好了，越是这种时候，越不能起内讧啊！是我的属下无礼了，烦请谅解。姑娘，听我一句，只有死掉的山贼，才会是好山贼。练成了。服下丹药后，2个时辰内不能被干扰。我的封神计划这就算正式启动了。每届议会新人考核赛的冠军都能进宝库挑选一样藏品，只要得到东极岛议会宝库中的司南车，用它探索到传说中贯通万界的通天塔，再集合轩辕血脉的同伴，合力打开塔门，就可以回家。而本届冠军非我莫属。笨蛋老虎，咱们1人1半吃下去。你不会掰开再吃吗？一定要赶快告诉王大哥，村里来了一群很危险的人，